荃灣港鐵 B 出口出站後轉左，然後轉右，繼續直行。上樓梯過行人天橋，直行到尾轉右，搭扶手電梯落地面，落地面後靠右直行，見到萬寧後轉左，陽光洗衣就會在你右手邊啦。即日起至6月30日，自助洗衣一機只需15蚊，仲有100蚊洗2對波鞋，同濕洗冷氣被60蚊一張。